第7章，亲爱的兄弟啊，咱既然有这顶好的应允，就着清气家己，除去身体、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上帝，得到正胜。恁着心地宽大，受纳阮，阮袂捌亏负一罪，袂捌败坏一罪，袂捌占一罪的便宜。我讲这个话，毋是要定恁的罪，我已经讲过，恁常常伫阮心内，情愿甲恁同活同死。我大大的好胆向恁讲话，我因为恁做做夸口，满得安慰。阮伫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。阮从前就是到马其顿的时阵，身体也袂得安宁，周围拄着患难，外面有征战，内面有惊吓，总是迄个安慰失志的人的上帝，借着提多来安慰阮，毋但借着伊来，也借着伊对恁所得的安慰，安慰阮，因为伊将恁的笑脸、哀痛，甲向阮的热心，拢甲阮讲，互阮更较欢喜。我先前写批，互你忧愁，我后来虽然懊悔，现今却无懊悔，因为我知迄个批互恁忧愁，不过是暂时。现今我欢喜，毋是因为恁忧愁，是因为恁对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恁照着上帝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袂到，因为阮受亏损。因为阮照上帝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无有后悔的懊悔来。得到得救，总是世俗的忧愁，是互人死。恁看，恁照着上帝的意思忧愁，是对安尼生出何等的温群、自诉、自恨、惊吓、笑脸、热心、激发。伫这一切事上，恁拢表明是清气的。我虽然从前写批互恁，却毋是为遐会亏负人的，也毋是为遐受人亏负的，就是要伫上帝面前，将恁顾念阮的热心表明出来。所以安尼，阮得到安慰，并且伫安慰的中间，因为恁众人互提多心内痛快欢喜，阮就更较欢喜啦。阮若对提多夸奖恁什么，也觉得无见效，因为我对提多学了恁的话，诚做是真的，拄拄亲像我对恁所讲的话，也拢是真的，并且提多想起恁众人的顺服，是怎样惊吓袅袅带会接待伊，伊听恁的心就愈发热啦。我现今欢喜，为伫凡事上为恁放心。